新竹市建工地下油库是台湾少数的军事工业遗址。最近附近的学校要搁再起，地方也呼吁讲应该爱家保存落来。今仔日文化局就邀请文化资产的委员来到现场会勘，各级继续列册追踪，也听合这项目有初步规划方案了后，再过来审议。文化保存。由文化团体发起的油库保存行动，过去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油槽，战后交由中油公司在1971年兴建4座油库，内部较大共款保存真好。专家学者指出，这军事遗址有历史价值，希望赋予文化资产的身份来保存再利用。那我们希望建工高中如果有机会变成文教用地，那么地下油库的文资的以及文化的主体性要保留，然后活用，比如说变成音乐教室，比如说变成研讨室。经历过2次大战，然后国共内战，然后又冷战，3个战争的一个空间啊，这有故事性，它有稀少性，它又有那个特殊性，那它其实可以跟学校共存。今年4月，文化局已经派人来到现场勘查，这摆搁再邀请文化资产审议委员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。文资审议的委员就会就今天的现勘结果做表决，那看是否是继续列册，还是决议登录为历史建筑这样。审议委员会认同油库应该保存，不过认为应该不要顾着教育的发展，所以决定把油库继续列册追踪。等待建工高中学校的规划出来了，搁再审议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